兄弟姊妹平安，欢喜伫耶和华所定着的日来到圣殿而落敬拜。咱通过今仔去敬拜，互咱搁一摆通得到信心，毋忘疼痛。咱来吟圣诗41首，恁着感谢主耶和华。 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。恁着感谢主耶和华，主爱永远伫地，开义的门，予我君王日去感谢献祭。第4节。 这是主所定着日子，咱要欢喜快乐。求你拯救，予阮兴起，阮就得着大好。咱搁来看一首336首。天父在我一生光阴。 咱要吟第1节甲第4节。天父我在一生光阴，是你为我安排，所以大项虽有烦恼，我愿照主所爱。 恳求上帝显示赞我，全部好使敬拜。第4节，天父求你日日赞我，大项祈祷为正，赞我一心守记安分，常常甲你同行。 家己甘愿看做秘密，应献天父生命。请咱闭目心来礼拜。 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，咱伫即个中间要欢喜快乐。圣诗第41首，恁着感谢主耶和华。圣诗第41首，恁着感谢主耶和华。会众请起立。
请由阮徛伫同齐用使徒圣经做信用告白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搭做伫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下面肉体高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交读启应文第23篇，伫信息新信息后壁面35面。我来启，恁来用。启应文第23篇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亚伦的家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伫危机的中间求叫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我，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人要写法得我来包我，就互我开启的门。我要去感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。伊的人要入去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搁真多拯救我的。师傅所起师足，已经真做出壳头的足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咱的目睭看伊做奇怪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。咱伫即日中间要欢喜快乐。耶和华但求你拯救。耶和华但求你，互阮发达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福气。耶和华是上帝，伊会光照阮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做牌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同心压头来祈祷。耶和华，阮的主，今仔日是你所定着的日，阮对拜一到拜六做工，今仔日是安息日。阮伫即日中间，要对全人甲全身来欢喜快乐，因为阮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，阮一切好处拢无在你以外。阮因为认捌耶稣基督，伫上帝国度内面有份，阮是真正有福气的一群人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伫即礼拜保守甲看顾，总是阮是有限的人。阮伫遮要搁一摆来审查家己的内心，甲阮所做甲所讲的话，若是有得失伫上帝甲周围的人，恳求主来赦免。阮透过悔改，将阮的心得到清气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哪亲像你，帮助阮甲你有亲密的关系。主啊，当阮自责伫你的面前。求圣神帮助阮，将阮的重担交托互你，安然瓦困伫你的怀中，亲像囡仔享受父母的疼，将家己安心交互你。求你互阮透过安尼，阮生活当中所有的压力甲烦恼，对你来得到透放，重新得到快乐，
恳求上帝看顾阮今仔日的聚会，有圣神甲阮三甲伫地。恳求上帝赏赐姊妹牧师大大有智慧，将上帝话语的奇妙显明互阮，互今仔日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，拢照阮逐人的需要得到利益。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学导圣歌队要用请来至圣的神来献互上帝，请圣歌队。至圣的神赐喜乐，安静我心来享福。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目睭能力结清。圣经，今日圣经记载伫哥林多人书后书第1章15节到22节。伫新约圣经的195面，伫旧部的后壁面嘛有，这是现代台语汉字版，请听我来读。因为有即个确信，我才计划先去访问恁，通互恁得到加倍的祝福，就是计划去马其顿的路中先去访问恁，搁对马其顿倒来经过恁遐的时，互恁通送我出发去犹太。即个计划减是凊彩做的，我做即款计划减出伫自私的动机。念伊是讲是，念伊讲毋是。上帝是信实，我对恁答应的话，就是毋是念伊是，念伊毋是。因为昔日提摩太甲我所传互恁，迄位上帝囝耶稣基督，并毋是念伊是，念伊毋是的。
在伫耶稣基督就是那定。上帝一切应允伫耶稣基督拢诚做是，所以咱才通过伊讲阿门来归荣光互上帝，互阮甲恁来甲基督结连，搁选派阮的是上帝。伊互阮较因，搁属圣神伫阮心内做保证。圣经读到遮，正道姊妹牧师要用上帝较因圣神保证来甲恁勉励，时间交互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拣调阮诚做主你的门徒，诚做基督徒就是行一条服侍的道路。总是伫阮一生在服侍的时阵，有时仔有犹豫阴暗，甲阮压卡。恳求主你掌管，话在你随时会管我，也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会当捌主你的能力是遐尔啊深。所以，阮毋是靠阮家己的脑来服侍，毋是靠阮家己的聪明智慧来行主的道路，独独是要我靠主你的气力，我靠主你的大权能。求主帮助阮，借着今仔日，哥林多后书的这段经文，激励阮，鼓励阮，伫行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阵，阮充满信心、盼望。愿来的祈祷、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教会存在的其中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为着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咱每一位基督徒拢是应该爱跟主的脚步，我想这大家拢无问题。总是讲，咱若是爱诚做一位宣教师，可能有的咱中间有的人会想讲，我敢是宣教师？其实，诚做一位基督徒的本身，伊的本质就是爱诚做一位宣教师。因为咱伫教会内面，不论是接受牧者的养饲，或者是参与彼此相挺的团契生活，也伫逐项服侍的中间，不断更新起造咱属灵的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一切拢是咱因为福音的缘故所领受的好处。咱已经领受侪对福音的好处，所以咱就应当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将这个福音的好处搁分享出去。保罗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师，伫传道者真欠缺的迄个时代，为着要互搁较侪的人听到福音，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呼召差遣伊四过去传福音。所以，伊无法度伫同一个所在停留真久、真长的时间。亲像保罗这种世界传福音，互人认捌耶稣，搁建立教会的宣教师，伫21世纪的现在已经真少啊。毋过，咱若是掠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制度来看，甲咱犹原也有同款、相款类似的做法。基本上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全台湾有1297间教会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全台湾有1297间教会，包括原住民的教会。咱每一间教会，长老教会每一间教会的牧者拢是家己在聘。毋过，阮牧师的牧师职，阮牧师嘛有牧师职，就像会友会友有会职安尼。咱的会职伫建成教会，总是牧师的职是伫咧中会，是属伫中会。亲像阮建成教会伫台北中会，所以阮的牧师职，阮牧师的牧师职就伫咧台北中会。中会内面的牧师伫需要的时阵，就要互相彼此来互相支援，目的就是要将这个福音的好处分享出去，
也帮咱彼此来建立教会，坚固圣道的信仰。譬如讲，对8月开始，应该是讲对7月开始，牧师就有接，另外阁有接李春生纪念教会小会议长。是安怎要接这个职务呢？中会派我去做李春生纪念教会小会议长去兼啦，吼，因为我本身是咱建成的小会议长，去兼李春生纪念教会小会议长，因为因着无牧者，因的牧师已经退休，无牧者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我就要去协助因教室，协助教会一寡代志。随望因已经有申请到一位传道师，总是有诶代志，就爱牧师去做。传道师也无资格通去做有诶代志，像甲人洗礼、主持圣餐、开小会等等，这一定就爱照中会诶规矩，就是爱小会议长去主持去办理。甚至有一寡错误，因若有失错诶所在，我嘛都爱甲因指导。除了遮个即方面，也有参与中会的事工。咱台北中会有一寡事工部，咱所熟的，咱即礼拜六就要去净滩。好，这礼拜六我们要参加中会教会与社会施工部事工部的净滩活动，这是为了生态环境。好，教社部对社会议题关心甲回应是教社部在办理的。另外，咱阁有上年事工部，咱的上年部也常常会去参与上年事工部办的活动。吼，咱在看旧报的时阵，迄个消息报告就报告讲，10月4号上年团契，毋是，伫10月13号上年团契要参加北中上年部伫邦家教会遮的活动，就是属于中会上年事工部在办理。咱的上年团契就会去参与伫迄中间。还阁有校园事工部、校园施工部是咧做大专的事工、大专的宣教。因为咱拢知影，读大学的学生，无定定拢是伫咧家己的城市，都会出外哈。这些出外离家的学子，他们要去哪里聚会呢？有时啊，常常找无教会，所以有的学校内面就设立这个大专团契。设立大专团契，招好遮个离开家己的厝，去到外口读册遮个学生，会当继续因的信仰会当继续伫迄个团契内面来成长。所以无论是受派去诚做别人别间教会小会议长，还是咱参与中会遮个事工部。咱所做拢是在分享福音的好处，我们绝对不能闭门造车，吼，袂使讲家己好就好，咱爱照顾着其他的肢体。进前咱在读雅各书的时阵，有讲着咱的信心必须爱经过考验。保罗伫伊宣教的旅程，伊定定受着考验啊，伊定定受着考验。对其他些的经文的头前甲后壁。对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12到第2章的第40几段的经文，就是保罗为着家己的服侍来做说明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到底有产生什么款的误会，需要伊特别伫遮来说明做解说的。今仔日的经文15节有讲，因为有即个确信，我才计划是去访问恁。通互恁得到加倍的祝福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。保罗伊深信什么？伊所确信的是什么？伊所确信的就是伊甲哥林多教会彼此信任的关系。保罗原本打算要搁一次、搁一摆去哥林多分享福音的好处，并且要去处理一寡因教会内面所产生的问题。16节，伊的计划，伊原本计划安怎咧？咱来看16节，周报后壁嘛有。伊原本计划是讲要去马其顿的路中，先去访问哥林多。佮对马其顿佮倒来的时阵，佮会经过哥林多的时阵，互哥林多信徒
通送保罗，搁去到伫犹大即个所在，这是保罗伊原本的计划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，圣神催逼感动，互保罗取消即摆的计划。伊去哥林多教会是要当头对面要来处理因教会内面的问题，伊要指出因的错误，只是却无法度通去，圣神甲伊阻挡。保罗无法度连面去到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的问题要安怎？即个代志，互保罗实在是放袂落心。伊就无助的，伊真无助，伊对这项代志他有非常多的负担，他对哥林多教会的负担非常的大。既然圣神阻挡保罗伊原本的计划，伊就大声有派提多，就是伊的同工提多送批过去。我人无法度到，我就写批先去甲你小讲一下。即款的做法也是避免直接安尼去噗去骂人啦。当然，保罗会去噗，伊会伫即项代志，伊伫教会内部才会纷争，才会问题，互保罗会感觉大生气，去噗也好，也是因为伊就亲像老爸责备伊所疼的囝安尼。父亲一定会责备他所疼爱的孩子，保罗就亲像一位老爸疼细囝，所以伊就爱去责备，要去教示哥林多的信徒。总是圣神的阻挡，直到保罗写批过去，也互双方也有冷静思考的这个机会。若是照你来看，圣神的阻挡嘛袂歹，嘛是真好。毋过圣神在做工，魔鬼也在做工，因为圣神改变保罗计划的这个事件，佫引起另外一个问题佫走出来。什么问题呢？伫教会内面就开始有支持保罗的，啊，佫有反对保罗的。反对保罗的人就是讲，因认为讲保罗就是一个反复，连面讲是，连面佫讲毋是，不守信任，完全无信用的人啊！你连面讲要来，佫要安怎照安尼来，啊连面讲取消，来嘛是你讲的，无爱来嘛是你讲的，拢你讲的。拢你讲准算就对啊啦吼！反对保罗的人就是安尼去想，所以呢，继续遮反对的人佫讲，你看像保罗这种无信用的人哦，伊所传的福音，伊所讲的话吼，咱也毋通信啊。这个人就是安尼凊彩讲的，所以伊讲的话毋通信。教会内面的纷争已经到这种的程度，所以呢，保罗就必须爱做出解释。总是保罗毋是为着家己，伊毋是为着家己来做解释，是为着伊所传的福音来说明。第17节到19节，咱在看圣经的时阵，对16节甲17节是两项代志。16节咱拄则有讲，16节是在讲保罗原本的计划，总是到伫17节，保罗所讲的讲，这个计划是指已经改变的计划，吼。这个计划，我咧改变这个计划，敢是凊彩做吗？我敢是凊彩要改安尼个改来改去吗？我做即款计划，敢是出自家己自私的动机？连伊讲是，连伊讲毋是咧。18节继续讲，上帝是信实。我对恁答应的话，就毋是连伊是，连伊毋是。因为西列提摩太甲我传互恁，迄位上帝囝耶稣基督，并毋是连伊是，连伊毋是。在伫耶稣基督就是那定。咱若雄雄在看即段经文吼，伊是毋是是毋是吼，会互伊写甲讲去啊。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逻辑清楚的雄辩师，他有很多那种辩论的口才。目的就是保罗在解说，是毋是照伊家己的私欲，是信心，这拢是上帝的主权。
咱人生拢会碰到计划临时改变，无法度面面俱到，阁受人误解的情形。改来改去拢是你讲的，无人会甘愿受到误解。若有感觉委屈，受到误解就会感觉委屈；若有感觉委屈，就想要解释。总是咱在解释的时阵，就爱细字哦。咱在解释的时阵爱细字，因为有时啊，咱在解释的时阵吼，咱在替家己伸冤的过程的中间，咱可能会成做一个自私的人啊。有时咱在辩解的时阵，咱会成做一个自私的人，安怎讲呢？因为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爱互家己看做是有道理啊。咱若爱互别人看家己有道理，有时啊，咱会夸口，有时啊会放大别人的错误，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原本是是的，也成做毋是；原本是对的，也成做是已经碰风去，已经毋对的代志。伫雅各书，咱正经在读雅各书的时阵，也有提醒。咱的喙齿是咱身躯上一个真微细的部分，要句会讲大话。喙齿是无人会控制袂调的邪恶。咱在看咱现在的选举文化就是安尼，候选人定定都在攻击别人，他们都用攻击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声量，让自己有曝光度。因奈唔好好对家己、对自己的政见好好去说明梳理，互咱选民会当明白哦，这位候选人，若是伊诚做候选人，伊会做啥物？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是安怎无爱安尼做？伊就照伊家己的想法去说明就好。总是咱的候选人。在伫我看100%拢是安尼，一定会去攻击别人，去辱骂别人，去侮辱别人。无有一个候选人是公义的，无有一位候选人是公平的，拢在碰风。所以原本是是的，就诚做毋是，结果害着咱遮的我们这些选民啊，有时真正。雾看袂清啊！到底什么人讲的是是，到底什么人所讲的是毋是，已经傻分不清了。这个月团契会长的改选，有的教会就开始爱参团契。其实吼，咱建成教会嘛有这种情形啦，吼。大概到伫10月吼，莫讲10月，9月牧师就开始烦恼啊，长老嘛开始烦恼啊。后个月吼，就是10月吼，团契会长的改选哦，毋知会就难产的吼，会不会很难产这样子？团契是指一群愿意掠上帝话语做中心，也较无得到主耶稣的恩典，伫信心内面彼此接纳、三甲夫妻分享的团体。所以照讲，一定踮伫团契内面生活遮尔有5万的人，一定基督的温度，应该照你讲，应该拢真欢喜参与团契活动，并且也真意爱来做会长干部来服侍大家，因为这就是彼此相听的实践。总是事实却毋是安尼，无人爱做会长。大家拢有家己的原因，家己拢有家己的理由。有侪教会，包括咱伫中会行大，安尼听到侪牧师拢咧分享。哦，到伫选举的时阵吼，选会长的时阵吼，大家拢走相味啦，吼，大家拢走相味。我爱做团契会长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惊讲会受到误解，无人意爱家己伫团契服侍分享受误解。有一句话讲：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。我只要不做，我就绝对不会犯错。为着卖互家己会当，卖互家己有可能造成的失错受放大，
也无想要去解说一大堆的时阵，做教会逐年安尼，会长在改选，就会出现拄则所讲的，能跑就跑，能闪就闪，莫出现就无代志。总是咱也知影，无出现嘛是有代志啦。上帝要甲你调的时阵吼，你看约拿走路走去倒位，上帝嘛是安尼甲伊掠倒转来。你在跑嘛？大只鱼甲伊吞落去，上帝就是有这个办法，互你搁转来啊，你搁走啊，看你要走到倒位去。是安怎无爱做会长？因为受选做会长的干部的时阵，所有可能会发生的错误，拢伫众人的面前安尼看，互受检讨。就是我们做的，在台面上的人做的事情，就是被摊在阳光下受检视。我听会友分享讲，牧师实在毋是人做，安怎讲呢？因为牧师爱面对遮尔侪无共款的人，遮尔侪无共款的人，有无共款有属伫伊的需要，佮爱协调管理遮尔侪的事工。伫讲道的时阵，佮爱重视传讲，亲像旧约先知安尼，免不了爱讲一寡个人缘的话。牧师这个角色吼，实在是真熬得瑟人的角色。牧师伫信心的内面，也受上帝爱阮分享的遐个属灵的好处。所讲所做，无一定会互所有的人拢感觉满意；所讲所做，也袂互所有的人拢认同。毋过有时信心却会主动阮去做解说，因为解说这项代志的本身，就亲像拄则所讲的，会互阮陷落伫一种自私、骄傲的危险。阮所学习、阮所跟地是耶稣基督。耶稣伫伊受钉死伫十字架之前，伊也是选择敬声。他也是选择不作声。不做任何的辩解，除非有信心感动。伫路加福音，耶稣也有讲，伊对伊的门徒讲：伫迄时，就是伫需要的时阵，在必须的时候，伫迄时，的确有信心，只是阮讲就应该讲的话。除非有信心，催逼感动阮，亲像信心催逼感动保罗。无，阮袂去做上侪的解说，因为迄会害着阮，可能会陷入一种自私、骄傲的危险。伫真无用的服侍的生活中间，确实无法度做到每一个时刻，拢会当好好安尼停落来祈祷、安静听候，无法度。无闲切切的时阵，定定是爱念伊去做判断。我想所有在伫即场的路路咱的兄弟姊妹也是共款，咱大家伫咱的即场的内面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形。咱无法度确定家己所做一定是100%合着上帝的心意，总是咱唯一，互咱有勇气，通伫每一个时刻去做判断的即个信心甲勇气。是有信心，甲咱挂保证。耶稣应阮相思信心，咱有真理的神保惠师，信心甲阮三甲伫地。只要咱维持灵修、日常的灵修生活、读经祈祷、固定参与聚会，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伫某一方面来看，拢是有信心甲咱挂保证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讲咱所做的决定就是完全正确，就亲像咱看那个射箭的国手，奥运选手那个射箭哈，那个弓箭要射到那个靶心哦，他也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射箭选手，也没办法每一支箭都射到红心的正中间。他可能可以射到红心，那个红心有一个范围嘛。好，它有个范围，但是一定要射到红心的正中间，也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支箭都可以射到红心的正中间。
不过，就算讲社有淡薄歪去，至少都还有转圜的余地，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若是掠咱的信用来看，搁较正确来讲，凡事拢伫上帝的手中啊。上帝绝对袂落勾，伊一定会成所有着爱成的代志。21节、22节，咱搁来看圣经21节、22节，讲，互阮甲恁来甲基督结连，搁选派阮的是上帝，伊甲阮看印。搁使信心伫阮的心内做保证，所有参与伫团契，甲耶稣基督结连的人，就是咱所有的在座的兄弟姊妹。咱拢是上帝所选派看印，咱伫受洗礼的迄当阵，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宣告誓约，讲我信上帝。我也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阮，我也愿意服侍上帝，尽一世人来服侍上帝。这三项是阮伫受洗礼的时阵，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誓约的时阵，的时，上帝伫迄当阵也已经甲阮看印啊，甲咱看印，咱所有的基督徒拢有受看印。并且伫迄当阵就有信心甲咱挂保证，信心伫迄当阵也灌压伫咱每一人的心中。总是咱伫教会的制度内面，咱有属伫无共款的职务。领受者的职务是互咱会当较好分配时间分配的时阵，较好去办理代志。并毋是讲哇，我做牧师就较厚，伊做执事就较就是较有欠缺，还是安怎？毋是，咱伫咧上帝内面拢是共款，拢是受上帝看印的人，拢是互信心挂保证的人。总是因为伫即个制度内面，上帝会选派一寡特殊、特别的职务。伫伊的时间来差派一寡职务，互咱中间的兄弟姊妹。所以无论是牧师、长职、团契会长、干部，拢是受上帝对伊的选民的内面特别选出来，要来做事办理代志的，也是受满油的。伫咱伫上帝计划伫无共的阶段，领受一个特别的角色。要来完成无共款的使命，我们只是职分不同，但是咱伫咧上帝的面前拢是共款的，拢是受看印、互信心挂保证的人。当咱伫信心的感动、参与服侍，伫上帝的面前献身立志，上帝就一个。搁特别看印伫咱的心上，对咱每一个讲，今仔是就是你啊，是就是你，无毋对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即时所竞选要成做牧师、成做长职、成做会长、团契会长干部的人，是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像咱教会逐礼拜入来，遐个交代，伊嘛是特别受选的，因为信心有感动礼拜部的部长，将遮个会友选出来做交代。爱参服侍嘛是共款，无论是咱的关怀部部长去邀请，还是咱有感动要来做即项代志。无论是倒一项，这拢是有信心挂保证的。牧师进前嘛，毋是家己要做牧师啊，总是代志就是照上帝意思安尼来行。无论是司琴，也是共款，
主日学的老师也是同款。我们在不同的时刻会被上帝选来做一些比较特别的职务。其他的人咧，讲好佳哉，无我的代志，无喏，你着爱参与啊，你爱参与啊，你爱分享啊，你爱斗相共啊，毋是讲无我的代志，绝对毋是安尼。耶稣讲，既然毋肯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伊的，不配做伊的门徒。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爱有一个心志，就是随时爱派家己的十字架，为着要甲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。保罗一直加勒太因书的第6章也有讲，学习道理的人着甲教导伊的人分享逐项的好物。人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人所野的，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，就会收成灭无；人所野的，若是要互圣神欢喜，就会对圣神受永远的活命。伫咱一生的路路，咱到底在栽种什么？咱一生的路路到底在栽种什么？是在做什么努力？咱所望要修成的，佮到底是甚物？影响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展真大的宣教师马介，伊对加拿大到伫台湾来宣教，毋是所有的宣教师拢像伊遮尔啊顺利哦。总是咱拢知影马介伫台湾的宣教嘛，毋是遮尔啊顺利。总是有的侪宣教师船还未到台湾，已经沉落去啊，已经死伫海。毋是所有伫迄个时代的宣教师，毋是拢遮尔啊安全佮方便。可能咱会问讲，这伊毋是上帝所呼召的吗？是安怎上帝无甲伊保守到伫台湾？若是伊的目的是台湾啦，是安怎无安尼甲伊保守？这是另外一个议题。总是今仔日这位马介。伊所望最后的徛家是倒位？台湾啊！伊是加拿大的人，总是伊望最后的徛家是伫咧台湾。总是伫永远的活命，伊所望的就是到伫天顶的厝，敢毋是安尼？咱所有的人的望拢是到伫天顶的厝，转去到天父的厝。约翰福音书14章，耶稣讲：咱伫天父遐有侪侪的房间。咱拢知影，耶稣当在为咱备办遐个咱的房间，听候上帝时到，就接咱转去天父的房间去住。咱想象一下，这天顶的厝吼，就敢若是预售屋啊。天顶的厝有一种预售屋的概念。咱伫基督内面所做、所经历的一切，那亲像是在付头期款、工程期款，有像吗？还蛮像的。总是重点，并不是讲咱做了什么代志，因为我们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的。重点毋是阮做了什么代志，重点是咱伫咧服侍、传福音的这个过程，咱的性命是毋是有通过考验？咱的信心，咱所倚靠的到底是家己还是上帝？咱是因为家己有够有才能才来服侍，还是讲上帝你若调我就去？我靠的是你，我毋是我靠家己的够。咱的信心是毋是会当达到完全佮完整，拢无缺点？耶稣借着咱生命中所经历的遐个信心的考验，在为咱备办天顶的厝。上帝也会将咱的经历、所经历的一切拢写落来。亲像古早人伊拢会将真重要的内容写伫咧纸顶面，然后咧，甲伊安尼卷起来吼，卷起来。古时候的人嘛，他们的书简啊，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卷起来，卷起来之后呢，在这个封口的地方会滴一个蜡油，
蜡油还没有干的时候，软的时候，就拿它的印章，拿它的印件去盖上去，那个蜡油就有，像那月饼就是这样做的嘛，一个咔咔咔咔咔，上面就有那个印子，它就是这样封口的。所以保罗底下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，意思是讲，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性命，就亲像安尼，互上帝写伫伊的生命册内面，互上帝记录。伫即个过程，通为咱做见证的，就是信心，信上帝看应。伫这内面的内容，伫咱一生所经历的这信心的考验，所写上帝要写的遮的，拢有信心甲咱挂保证，然后上帝看应放起来，好，这是正中忠心佮良善的仆人，这是属于咱每一个。望拢是属于咱每一个人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互上帝看应，互信心挂保证的那一份文件。第20节，今仔日经文20节讲，上帝一切应允伫耶稣基督拢真做事，所以咱才通过伊讲阿门来归荣光互上帝。每一摆咱人生的中间，每一摆的挑战甲考验，拢是上帝互咱的机会啊！一个会当继续受起诉，可以继续缴交工程期款的机会。咱到底是要住什么款的厝？咱想好，想好。当年伫团契会长干部改选的时阵，望咱也会当伫上帝面前定心立志，主动积极参与团契的活动。无论是会长干部，还是兄弟姊妹，当上帝对咱讲是啊，就是你啊，你着为我做见证，你着来为我做这做迄。当上帝安尼对咱讲的时，望咱拢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疼来回应讲阿门。互上帝因为咱坚定的信心，通得到荣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主你财管人捌管，也欢喜赏赐大项的智慧。互阮来做主你爱阮所做的遮的代志，求主赞阮用信心来回应你的呼召，接受你的采用，互阮一生所劳碌的袂得到空空。阮安尼仰望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是信息第336首，天父在我在一心供应。信息第336首，天父我在一心供应。会众请起立。我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书汉的同工。会场请起立。请坐。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报顶面，请为着第一项，愿主信行扶持鼓励阮，通对主的宣调甲确音讲阿门，来归荣光互上帝。第二点，为集体有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洪前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庄宝玉、陈丽水、胡一梅、杜昭、陈秀荣、赖胜雄、陈义利、林以诺、洪英哲、孙兆正，在复健中的刘慧忠、李碧莲、林美金、李念之、史凯华，化疗黄静茹、陈怡君、李雅娜，还有脚底伤口的赖清光。第三点，为小犬风台经过的灾区重新整理甲环境的卫生，甲10月份团契会长的改选，甲11月12号福音主日的备办，请同心压头来祈祷。
主啊，感谢主耶稣基督真做阮教会头，阮是教会身躯。逐团契会长虽然是透过阮的肢体来选举，总是阮相信选派阮的是上帝。愿圣神感动阮，成做阮心内的保证。求主扶持帮赞，阮逐团契会长对主的宣调甲较音讲阿免，来归荣光互上帝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的施恩保守，互阮一寡长辈渐渐恢复健康，转来教会。求你继续保守因的身躯，互因搁较勇壮，心神充满喜乐甲平安。阮教会阁有伫病厅当中的兄弟姊妹，我恳求你继续甲因同在。互因虽然伫困苦患难中间，由上帝做伴，甲兄弟姊妹关心带导，心内袂孤单。主啊，最近风台造成南部甲东部真严重的灾情，特别是兰屿甲台南的登革热疫情也是真严重。求主怜悯，帮助办zan遮个困苦的百姓得到照顾甲健康，互因早一日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主啊，11月份的福音主日已经有4个兄弟要为你来做见证。愿主透过这个主日兄弟的生命行分享，坚固阮的信仰，做伙来归荣光互上帝。也透过阮分享福音的好处，互搁还未明白上帝的灵魂来得到救恩。主也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伫阮的教会甲阮的社会。即时，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同心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日阮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。无得带阮离日子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进前来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，有2位。第一位，阮做伙欢迎吴文崇长老的大儿子吴武龙对重庆回来，来请起立，互阮拍鼓啊，欢迎。好，第2位是志和长老的朋友，应该是 Simon Huang。迄上礼拜可能我头顶。歹势。阁有其他的新朋友无？无好。好，即马我来报告。咱首先来看教会消息第1点。10月14号已经拄仔牧师有报告吼，已经阮教会报名北中教小部3支净滩活动的兄弟吼，有40个人，咱有一台游览车，请伫当日上午8点10分伫教会巷仔口组织做游览车。咱建议加炸一寡衫吼，因为垃圾吼，迄个捡粪扫吼会垃圾甲流汗吼。嘛会当炸迄防晒用品甲雨伞。第2点，10月21号下晡4点要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注意。第3点，10月22号拜二举行本年度第5届圣礼典，请要受洗跟圣礼转入会籍的兄弟，牧师来报名。另外，当主日要甲主同制度。请教会陪产兄弟来备办新做伙领受圣餐。第4点，2023年8月份的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，请家己来看。第5点，2024年
度的爱餐奉献已经开始，咱照常一个单位3000块。那每周开放2个单位，请各位兄姐踊跃来回应，互咱伫达主日伫领受上帝话了后，继续享受爱餐，甲互相交易的团契生活。接下来看团契消息有2点吼。第一点，10月13号拜五上午9点半，上年团契参加北中上年部伫艋舺教会举办的重阳节感恩礼拜。好报名请为对迄美林会长来报名。第二点，10月4号拜六上年团契举办秋季灵修一日游，地点伫宜兰。报名费是1200块。报名嘛共款，请找会长。来，刷来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好，我补充一个，第一项，我们的这个礼拜六的净滩活动哦，它集合的时间是8点10分在巷口。那我们教会呢，其实义节牧师都会提早半个小时去开门，好，所以有想要来教会吃早餐啊、上厕所啊，哈，可以先来教会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另外呢，就是第5 2024年，就是明年度的爱餐认线，要在按照往例，我们就是一个单位。1个礼拜我们开放2个单位，好，1个单位3000元。那在1楼的柜台有一张明年度的爱餐认线表，已经打好在那里了。大家可以选自己的生日啊，或者是各种的纪念日，好，可以去填。你今天如果没有带钱没关系，你就可以先去填上去。那3000元呢，可以在就是在未来几个礼拜来补缴给干事就好了。好，以上补充。最后，奉献民生若是错误漏交的，请阮干事来订正。上营信息第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因是煞请牧师接导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扶持和帮衬，互恁通用坚定的信心，伫各项事回应主的听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未倒避讳，